Hello，如果你係照顧者或者護老者，當你發現長者睇咗一次醫生之後唔能夠斷尾，要見多醫生幾面，咁就已經唔再係新症，係進入咗第二個階段復診。復診兩個字講就好簡單，其實一啲都唔係。首先復診之前可能要預約返醫院先抽血。到復診嗰日睇內科嘅朋友見醫生之前又要磅重量血壓。以老人科為例閒閒地等1、2個鐘係平常事。好多老友記都知道復診要準時，因為遲到超過30分鐘，當日就可能會俾人取消資格，冇得睇醫生。如果要重新再排期好麻煩。如果真係要復診延期唔單止自己個病唔可以及時處理，假如你有嘢做又要請假，俾人扣1日半日人工之餘仲可能俾老細同事埋怨。但係一般人可能冇諗過，亦唔知道點解復診要做咁多嘢。今日係想幫大家拆解一下睇病嘅運作流程。當你知道咗點解心理上就冇咁忐忑不安。好多人會覺得抽血係咪好大鑊㗎？代表病情好嚴重。未睇醫生之前就會驚定先。我試下做個比喻，抽血其實係醫生幫你診症之前嘅劇透。你睇電視劇有冇試過發現有新嘅角色，會忍唔住問喂，邊個嚟㗎咁樣醫生都一樣，如果冇抽血冇數據，當佢要向你問診嘅時候就會好似盲人按摩。雖然最後都能夠揾到穴位，但係就冇咁快冇咁準。有咗抽血嘅數據醫生就會知道你嘅腎功能係咪差咗，食緊嘅糖尿藥、血壓藥份量有冇需要調整。所以抽血並唔係想找你麻煩，而係幫醫生喺有限嘅診症時間裏面問啱問題，開啱藥，照顧到更加多嘅病人。有個問題好多人都會覺得疑惑嘅，就係點解抽血之前有時要空腹，有時就唔使。簡單啲理解如果食完嘢之後令到你要檢測嘅項目嗰個毒素好容易會變，咁你就要空腹啦。例如血糖、血脂、胰島素都係。當你食完一個菠蘿包，呢啲毒素係可以差好遠嘅。但係器官功能、身體狀況嘅類型通常都唔會受食物影響。例如腎功能、血球數量、甲狀腺呢啲都係不受影響嘅。舉個例無論你有冇食早餐，你個腎依然都係一個腎，佢係唔會變嘅。我哋嘅器官係唔會好似周星馳做特務嘅工具咁樣，表面係蘇跑，點知係風筒，睇落似風筒，點知又係蘇跑。冇咁亂嘅，唔使驚。最後請你記住，空腹可以飲清水，但係咖啡、奶茶、果汁通通都唔得，香口膠都唔得。記住有人會問睇內科點解每次都要量血壓、磅體重，而睇外科通常都唔使呢？有個比喻都幾到位嘅，佢話外科係修理喉管嘅水喉匠，係集中注意喺邊條喉爆咗就局部處理。內科就係負責水壓系統，佢要知道成個供水系統嘅水壓、水量係咪正常。例如血壓、體重突然間升咗，佢可能係心臟病，亦都可能係腎積水，係屬於全身系統嘅綜合信號。如果你嘅血壓高到去200，急症室嘅醫生多數都會要你留院觀察。原因好簡單，因為醫生啱啱先見你啫嘛，而你嘅血壓高到咁係屬於全身系統嘅綜合信號喎。點知道你一陣間開邊飯㗎？萬一有事你喺醫院就可以快啲幫到你啦。所以
體內科要你先量血壓、磅體重，係有實際需要嘅指定動作，並唔係例行公事咁簡單。我講咗咁多復診嘅迷思同埋準備，最後好想同所有老友記講聲，醫生開俾你嘅藥呢，藥名可能係一串又長又複雜嘅英文，但係呢都請你盡力分清楚，記低邊隻打邊隻。如果食咗又唔舒服，寫低邊隻藥服用之後唔舒服，同埋有乜嘢感覺。藥物包裝貼上面呢會印有藥名，唔識英文唔識讀唔緊要，啲化學名咁長咁複雜呢，大把人同你一樣係唔識讀嘅，包括我。但係最基本嘅你要知道自己因為乜嘢病而食緊乜嘢藥。因為當你復診，醫生呢係會問你嘅藥物反應，如果你分唔清又答唔出，咁就會失去咗一個轉藥或者調整藥物分量嘅機會啦。我親眼呢見過一個伯伯，佢好清楚自己飲過邊隻藥水呢唔舒服，但係因為佢唔識英文，講唔出個藥名，又冇帶食開嘅藥俾醫生睇，醫生呢根本就幫佢唔到。結果喺藥房又再重複攞返同一支藥水，佢行出醫院門口之後就直接掉咗算數。呢個做法一啲都唔理想。其實你覺得嗰隻藥唔夾你，只要你講得出藥名，醫生呢就有機會幫你轉藥，藥房呢亦唔會逼你重複攞返同一樣嘢走。你講唔出藥名，隨便掉咗支藥呢，唔單止係對自己冇幫助亦都令有需要嘅人失去咗一次藥物治療嘅機會，浪費咗公共嘅醫療資源。最後提供多一個小貼士，就係開通醫院管理局嘅 App HA Go， 裏面就有齊你喺公立醫院過去2年嘅藥物記錄，復診嘅時候講得出藥名，又或者帶齊你食開嘅藥，話俾醫生知，咁你就最乖最聰明啦。講咗咁耐可能你一時間記唔到咁多嘢，唔使擔心，只要 save 好呢條片，就有圖文並茂嘅復診指南，咁就唔怕冇記性記唔到啦。好啦，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幫助，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你嘅朋友或者其他有需要嘅人。拜拜。